大家好，空運世一今晚8點翡翠台播出第3集。洪永城同朱敏瀚帶大家去到法國，直擊生蠔、魚子醬、紅酒嘅製作及空運過程。法國係全世界最早養蠔嘅地方之一，佢哋齊出海到自然生蠔養殖場邊做邊學。朱敏瀚一身白色背心上陣，戴晒麒麟臂，露出強勁胸肌，相當養眼。之後去到法國鱘魚養殖場，朱敏瀚勁大膽，直情攬住鱘魚。最後仲品嚐4款魚子醬，再嚟個合緊膠杯，擺出放上手背食魚子醬標準手勢。其中一款價值逾6000港幣，洪永城忍唔住幽默話：你頭先食嗰啖應該2嚿幾水，多謝公司。今集驚喜環節請嚟賴慧玲友情現身，為祝福已經有2位小朋友嘅賴慧玲再度添丁。朱敏瀚專程空運咗法國生蠔送俾賴慧玲，仲話其實唔係送俾你，係送俾你老公。想睇佢哋更多爆趣互動，以及了解香港機場將新鮮食物及貨品送到香港人手上嘅詳細流程及配備，就要密切留意今晚播出嘅空運世一。提提你，我係娛樂滿天飛身嚟嘅打雜紅事人，大熊貓個熊，仕途個仕，仁義道德嘅人，記得俾 like， 最好分享俾朋友同訂閱支持我。如果唔係，我要執包袱，下次見，拜拜。